便宜吗？因为一块东西先做大的，然后小小东西也不浪费掉，也是把它做出成品出来，所以有一些工钱就好了，不一定要赚很多钱了，对不对？兴趣这个最重要是兴趣啦，对，而且年纪大了就要动一动啊，要找事情做。觉得他很坚持，他就像一个宝物，很像一个活的宝物，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做出编织，而且又是手工。那是巴姨自己定的价位，他自己高兴就好了，因为他觉得说，他对于我们说，像我们就是我们想要去买的话，他觉得卖那个价钱，觉得你开心我开心很好，但是巴姨不会是贪小便宜的人，然后觉得说，他说他能满足别人想要的就好了。